晚清廣東十虎一個比一個抽得。第10蘇燦，蘇克兒，嚟自廣州，出身富庶家庭，年少揮霍不羈，遭遇家道中落，仇家陷害之後淪落街頭乞討，得名蘇克兒。落魄期間借醉酒狀態參悟武學，開創刑罪二不罪嘅罪八仙拳，同時精通雙頭棍法。半生漂泊江湖，為人灑脱重情義，常路見不平出手相助。醉拳自成一派流傳至今，係民間傳說度最高嘅嶺南傳奇武林人物，非常神秘。第9陳鐵志，廣東台山人，外號鐵子陳，天生臂力過人，苦練數十年鐵子功與鷹爪功，手指堅硬鋒利，可輕鬆揸碎硬物，擒拿技法堪稱一絕。早年性格剛烈暴躁，行事鋒芒不露。後期受江湖同道感化收斂心性，以武行俠仗義，喺越南多地遊走開設武館，重點傳授擒拿硬功。門下弟子多集得一身紮實防身本領，威震5邑地區。第8黎仁超，嚟自廣東汕頭，天資聰慧，心思縝密，獨門絕學為七星拳，招式刁鑽詭異，出手迅捷，攻防轉換變幻莫測。早年為謀求利益行事頗有爭議，大局面前卻能放低思念，堅守大義。平日極少出手，一旦交手便招招直擊要害，憑藉高超嘅實戰身法躋身廣東十虎。晚年收斂鋒芒，閉門修武，授徒傳授七星拳，流傳完整拳譜，傳承後世。第7譚就元，綽號譚石窩，嚟自廣東佛山，師從詠春宗師梁贊研習詠春拳法。原本性情急躁衝動，收集詠春短橋、紮馬近身技法之後，心性沉穩，跳出詠春原有框架，自創剛勁凌厲嘅學陽拳，主打衝拳、拋拳，爆發力十足。晚清時期暗中結交革命志士，以武為掩護，暗中奔走相助，開設武館傳播拳法，兼具武學造詣爾同家國大義。江湖人稱俠義武師。第6周泰，嚟自廣東湛江，出身周家拳武學世家，早年固守家傳拳法自視甚高，多次同人比武落敗之後幡然頓悟，摒棄舊拳框架，博採各家南拳所長，打磨出一套以柔克剛、綿裏藏針嘅軟連掌，掌法舒展綿長，借力打力，看似輕柔，實則後勁十足。後期潛心閉關完善拳法，開門授徒改良周家拳體系，為粵西武術發展留下重要貢獻。第5黃麒英，嚟自廣東佛山南海，洪拳正統傳人，武術大師黃飛鴻嘅生父。早年家境貧寒，靠街頭賣藝、擺攤行醫謀生。拜少林傳人陸亞彩為師，苦練洪拳，精通虎鶴雙形拳，拳法兼具猛虎剛猛與仙鶴靈動，快慢有道，實戰性極強。平日一邊開設武館授徒，一邊鑽研跌打醫術，樂善好施，係佛山民間德高望重嘅老牌武師。第4蘇克虎，嚟自廣東順德，少時遠赴少林，跟隨紹德和尚苦修6年基本功，習得刻苦十形拳與獨門鐵砂掌。鐵砂掌經鐵砂袋反覆打磨，掌力堅硬可劈磚裂石。平日佩戴綠皮手套，避免誤傷旁人。返回廣東之後，開設黑虎堂武館，收徒傳藝，拳法兇狠利落，攻防兼備，及手武得約束弟子，以過硬功夫喺晚清嶺南武林站穩一席之地。第3黃程可，嚟自廣東三水，出身貧寒卻悟性極高，係十虎中集百家之長嘅武學奇才，先後拜陸亞彩、黃麒英、鐵橋3多位頂尖高手學藝，博採洪拳、少林拳法精髓，融會貫通自創九龍拳。呢套拳法變化繁複，氣勢雄渾，出招如九龍翻騰。佢為人忠厚仁善，行走鄉野，除惡安良，靠一身本事守護一方百姓，江湖聲望頗高。第2黃隱林，袁紹興慶雲寺出家僧人，偶遇南拳名師，習得合家拳後還俗，喺廣州黃沙開辦武館，系統傳授合家拳、合家刀、羅漢拳等嘅套路，拳法大開大合，剛猛凌厲，一生恪守合義，以武助人，為民伸張公道。門下弟子眾多，完整傳承合家拳一脈，成為晚清廣州極具影響力嘅佛門出身武術宗師。第1梁坤綽號鐵橋三，嚟自廣東廣州，廣東十虎之首，晚清頂尖洪拳宗師，因為雙臂翹手堅硬如鐵，得名鐵橋三。獨門絕技為鐵線拳，馬步紮實，臂力蓋世。早年曾經沾染惡習，幡然醒悟之後，潛心習武，行走廣州江湖，鋤強扶弱，開設武館廣收弟子。鐵線拳經由徒弟林福成傳俾黃飛鴻，極大豐富嶺南洪拳體系，係南派武術承上啟下嘅關鍵人物。